我和秋天有个约会，钟颖霞女士，庆生辰，惠亲朋，欢乐剧，2025年10月10日，广州东方文德广场，百乐门宴会厅。节目主持人是来自广东珠江经济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邱雯女士。頭先見到你哋個個好開心，搶住同我哋主角影相係嘛？迫不及待，我哋要請今晚嘅主角出場，好唔好啊？嗱，今日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日子，就係十全十美。而我哋今晚咧就係追月追到嚟我哋文華東方廣場呢度高頻滿座。面對咁多位靚女靚仔哥哥。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，令我諗翻起2年之前，我哋同樣係喺呢個舞台上邊，同樣係為阿 Lisa 姐主持呢個節目。而今晚我喺美國追星追到嚟呢度，我同 Lisa 姐係美國就識㗎啦嚇。咁佢嘅多才多藝啦，佢係我偶像嚟嘅，所以佢一問我佢欣雯你可唔可以幫我主持啊？我就二話不說，義不容辭，義無反顧。咁今晚嚟到呢個現場，見到好多熟悉嘅面孔啦，同埋一啲新嘅面孔。尤其今晚喺後台認識咗我哋嘅李老師，好開心啊！我哋成為一個最佳拍檔。好啦，閒話休停，咁我哋以最靚嘅音樂嚟歡迎我哋嘅主角，大家一齊企起身歡迎佢，起哄得㗎啦嚇！係咪一樣好有夫妻相啊？咁啊，江生咧就係、我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啦。喺紐約嘅時候咧，個老婆去邊度，佢就跟住邊度嘅。永遠同個老婆攞住個袋嗰度啊。咁啊，找數咧就有江生找數嘅。講嘢咧、跳舞咧就係、我哋 Lisa 姐嘅，佢哋真係珠聯璧合。佢哋嘅婚姻守護咗咁多年，到而家開枝散葉，仔仔又乖，心抱又靚，仲有2個孫，好戥佢哋高興。好啦，我講咗咁多，不如咧，我哋請今晚主角影霞姐、Lisa 姐同大家講幾句話，好唔好啊？耶！熱烈歡迎！親愛嘅親戚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晚咁好嘅日子，本來屋企都有呢個 party 聚會嘅。咁我喺度咧代表我屋企人啦、我先生啦，對你哋嘅到嚟表示衷心嘅感謝，同埋熱烈嘅歡迎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呢個生日 party 已經搞咗好多個年頭㗎啦，相信在座嘅親戚朋友已經見證咗我10幾20年嘅生日 party。咁我自己咧就冇乜嘢大嘅理想或者前途啊，或者係乜嘢嘅。我一個願望咧就係開心玩。我開心，大家又一齊開心，一齊健康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今晚咧就酒微菜薄，招呼唔到。咁一陣間咧就大家咧就盡情咁玩，盡情咁開心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哇！影霞姐好你好
好識講嘢，同埋你好謙虛啊！啲菜都未上你就話菜王，我相信今晚咧啲菜一定好厚嘅。好啦，咁啊厚唔厚一陣間大家去品鑑下就 OK 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不如係將個蛋糕推上嚟切蛋糕先，好唔好啊？準備咗好豐盛嘅晚宴請大家，咁好多嘉賓咧亦都準備咗鮮花啊禮物要送俾佢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係你有花要送俾 Lisa 姐嘅話咧，亦都係個好好嘅機會。咁啊，可以攞住啲花咧喺度影相。一台精彩文艺节目为祝贺钟颖霞女士生日快乐而拉开序幕。祝霞姐生日快樂，終身美麗。呢個叫做好靚嘅女孩。從來不明白，你從哪裡來？你的眼睛像月亮，讓我每天心懷開。那一天你來。看着你發呆，也許命裡有安排，每一天都很精彩。我需要你的愛，有時候也壞壞。你總是想一想，為什麼你總不理睬？一齊唱，眼淚有時。
高壽啊？嚇？70啊？咁我咧，我50、70、30，我今晚請你宵夜 ，OK？ 其實朱老師咧就係差唔多80。哇！大家再俾啲熱烈掌聲下。其實嗰個金雞獨立咧真係唔容易嘅，係咪咁講啊？我哋熱烈推薦，我哋推薦朱老師明年想出馬。好，朱老師我想問你一句，你係咪專業㗎？舊時細個係專業，舊時細個係專業，如果細個到而家差唔多80歲，仲能夠堅持，仲能夠做到咁樣持之以恆，你今晚成為我嘅偶像。多謝你。你哋信唔信我抹到1字啊？唔信啊？有冇紅包㗎？有。反正我今晚主持阿 Lisa 姐冇錢俾嘅，咁我抹個1字，如果有個少少紅包，我就為藝術犧牲。好。好，我試一試咁樣先。哎呀，再嚟試一試，睇下得唔得？高踭鞋要除低㗎喎，咁搞法。我真係嚟喎，有冇紅包？有啊嘛。有。OK。邊個話我30歲㗎？我今晚請你宵夜。邊個話我50？50都得。哇！真係㗎！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多謝晒我。钟颖霞女士领舞的芦花，展现了东方的美。
东方的太极文化，由钟颖霞女士表演得淋漓尽致。沿路掛着城市新裝，冬日追趕那風中漂亮女郎，懷念令體溫正下降，休讀於家有一個門，門內旁風呼呼熱。1歲左右今朝，青春美麗，永不巢皮。俾掌聲好冇？嗱，我哋全場清唱生日歌好啊！廣州話好冇？下女，下女，哇！真係好姣啊！真係，永遠都係情竇初開。所以你講啦，心有陽光，永遠都係健康。咁啊，我哋全場一齊唱我哋廣州話嘅生日歌好冇？一齊唱，船子大
你先。1、2、3，恭祝你福壽。所有嘅親戚朋友嘅幫手，多謝加拿大嘅朋友，遠道而嚟嘅加拿大朋友，深圳嘅朋友，香港嘅朋友，廣州所有廣州嘅文藝團隊啊，今晚有份嚟賀我生日嘅文藝團隊嚇，寧漢雲大學聲韻藝術團啊，thank you晒你哋，thank you晒你哋。大力支持，大力幫忙。多謝所有俾面參加我呢個生日 party 嘅朋友，喺度再次感謝台前幕後啦，我哋阿司儀啦、歌手啦，我哋阿李老師啦、DJ 啦、攝影師啦，仲有我先生啊，我要多謝佢啊！佢喺我背後咧，佢非常之支持我。如果冇佢咧，我冇今日喺度咁精彩。所以咧，我真係喺度萬分感謝，亦都喺度再次講一聲多謝我先生，多謝 ，thank you， 江生。遮住晒我啲心碎。生日快樂！多謝，俾掌聲我哋壽星女好唔好啊？我要往你過，這種心像心上一片花，只能夠往你望，就好像要流來一幅畫。想有你，我並不自情我，你對我那麼的好，這是真的不同。你是我應該好好把你擁有。同我哋溫哥華嘅好朋友，好耐冇見，掛住你哋啊！最后一首深厚感情的歌《朋友》，由中美文艺交流会艺术高级顾问梁佳带领大家一起同唱，沸腾全场，欢度良宵，增强海外华侨与国内亲朋好友的情感和友谊。事實。
理呢個生日會，我覺得我哋中國咧強大咗好多啲海外嘅遊子啊，啲好朋友都時不時都翻嚟我哋祖國探下我哋，真係好多謝晒啊！多謝晒。